今日我哋做終極日式生吐司，濃郁水潤，口感濕潤細膩，唔怪得我屋企人話日日都想食呢個吐司。我係 Kitty， 視頻呢個份量可以做到一條450克嘅吐司。滷麵預先預備好，滷麵撕成小塊，煮麵團所有材料除咗鹽同黃油放入攪拌桶，預留嘅鮮奶可以慢慢加，打至粗末，加入岩鹽同埋室溫軟化黃油，繼續攪打至光滑，取出麵團，收完麵團，基本發酵28度至雙倍大，將發酵好嘅麵團排氣，平均分為3份，滾圓，鬆弛20分鐘。鬆弛好嘅麵團按次序攞出嚟，用手掌輕輕排氣，乾成橢圓形。翻面，捲成圓柱狀，再鬆弛20分鐘。再乾捲一次，反轉，尾部拖薄，由上至下捲起，放入450克嘅吐司模。35至38度攝氏度發酵至7分半至8分滿，上蓋放入已經預熱好嘅烤箱，最底層上火200度，下火180度，烤大概35分鐘。出爐震模，立即取出吐司，避免有塌腰嘅情況。最好放涼2個小時後先至切麵包，避免黏黐。而家我都好多時做呢個麵包，因為家人好鍾意食，同埋選擇多，可以做三文治或者輕輕搽果醬都可以。希望你鍾意呢個分享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